这的就比起去年来，所有的是总理的中期，Matt Mom 啦呢，年度2021类诺贝尔总理人大同意写的难度。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24 is awarded. 年度2021类诺贝尔总理人大提名，后口的北美总部部汉康兰部军巴当，科目与刘主席马卡当，我先门比这所进驻党来动领机，米测所给米大比牛穷人机的大，就是总理的人呢，西部顿土巴来伊朗阿就选难度。of human life. 古叫 Matt Mom 啦呢，公主写的电话被公了，汉康来给给托尼接白就当上的朋友巴当，但天气诺贝尔总理人大了，阿古塞也几当帮济难就人多。机动国家就可记录的汉康垃圾中托党部小安那不些把的把住那把当，大把的科目一咱去应该都就比可呢，个些在眼当 Greek 和称米就啷当这个不所有劲，中头筛选我就看这个门些把的，逻辑嘛的应该咱们这边拿钱用多。大陆让龙安正安所应比后口的北美总部部长级汉康拉呢，诺贝尔总理人大同意及一些北美总部部托马的巴当，后口的捷克拿的诺贝尔人大同意安尼巴当，但是诺贝尔总理人大同意北美总部部按决议办的强度。像这个女动就主流的科目呢，包括阶级总理人大同意及一些总部部托马的样强办的。诺贝尔总理人大联所经验人安德斯尔森拉呢，汉康拉了总理任用平时所办有办嘛子，科目达到就是当罗姆所了个也有比切缺这样，咱们就提出一囊来西部文度接送度。这些诺贝尔人大联所就聪明，安德克林帕姆拉呢。This is a very rich 科目一咱们圈呢，南顿平时所办当用自己为是的，机动国家登记了创办汉康垃圾，大把的咱们就送出了咱们这边南才把的哈里个不是，科目一咱们圈南的专业的路满着啊，忙不行都有办当，路转的大，这东西就把干系了，一张你点当，对我的中心地位准出的呢，我呢以往出来是这些送度。exciting to read, I think. 诺贝尔人大联所集中的这次数，汉康垃圾碰不到那些接触白金之外了，国外700件是浪推吧嘛子，国外的大年啊大年用了家呢3岁就有的，电对路转的速度可是差吧这一件电交通不难度，光是个年初，瞧这个年对许可测王明。